市长王伟泰长期重视反诈骗的工作，除了率先成立跨局处反诈骗的宣导平台，伫日前柬埔寨人蛇集团的诈骗事件成功救回3名台南的市民以后，警察局更加整合跨局处的资源，成立打诈台南队，动员市府各单位全力来执行行政院所颁布的新世代打击诈骗的相关行动。到9月底为止，总共成功阻挡诈骗的件数超过5000件，总金额高达13.7亿，为民众来收掉辛苦的下挂钱。这个跨局处的反诈宣导大平台，那以警察局为轴，然后跟市府的各局处来共同合作，推动反诈的宣导工作。那最近行政院也推动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4大主轴：识诈、阻诈、堵诈、惩诈。那其中识诈的部分，就是由本府各局处合作成立的打诈台南队来负责。我们强调以团队的力量来推动打诈的工作，统合整体市府团队的力量来宣导反诈，然后鼓励我们的远警跟第一线的金融机构的行员还有超商的店员来积极拦阻诈骗。其中111年度金融机构甲超商的主动件数总共有921件，金额超过4亿外。防止诈骗的绩效更加是6都排名第一。市长表示，治安的工作无上好，只有更好。希望会用透过多元的管道来推广反诈骗，共同守护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台南新闻综合报道。